亲离世，爹娘非身多难，只剩我单丁独子，陪朝翁娘为妻。我们夫妻之中成婚以来是分恩爱，只乃家道而贫，难以度日。我们这里深入文昌，苦读文章，但为知何牛肉能有翻身的日子，倒是所望下起家长之事，真不叫我沮丧呐。大比子年到来，我离开上军官考，我还是叫出娘子，夫妻两人商议一番。你把娘子哪里来了？官生，娘子不知相和无来。娘子，只为他比子年到来，为丈夫心想上京官考，不知你娘子心意是何？官生，你我征婚所有，正乃家贫日息，倒是离开上京而去。事实不放你上京，只怕你我差钱难以翻身。更况朝堂之中还有年老公婆，不免去问过明白。啊，娘子此话说得有理。那么我们还是转过朝堂，请出爹娘。官生。
些明白了。爹娘，快快请坐。你们夫妻两人不在消亡之中到曹王后来，一来想公婆问安，二是小三，那么二人。爹的母亲，只为今年踏比之年到来，而我寻向上君贵。上君？是啊。儿郎，为娘知道，读书之人为了功名，种田之人为了修真，理当上进官考。这里是家道贫穷，一时三餐饱足也难以充饥，哪有人子好送你上进官考？那真的是差家为贫，口实难读。何妨此去京城，路远迢迢，做鸟无有官粮，也难以飞登呐。爹爹母亲，娘啊，儿郎。想起来，见长的是此造业，真是我感恩在心。哎，何出此言？其人兄弟何算两江之蛙？我见你们此次哭得伤悲，该面子又遇到了什么难题呀？言弟，只因大别之年已到，我儿心想上京赶考。可叹我张家贫事虽口实难读，无有人子等在，官家伤心呐。
此次说来，则要上京赴试，身无分文，寸无难言。我总不能见死不救。啊，兄长，也对。其实这要上京赴试，他生意而长，但无容易，离开上堂上京。关于这路费嘛，一切由我担的。哎呀，多谢叔公。起来，起来。那好，你们话别几句，让我去此人之来。多谢叔公，不用，不用。哎，真的梦里快了。想不到所有是此好心。我今是要上京赶考，你还不是知父老最多营造。真的。弟弟，你此番要上京而去，你来看，家中高堂也是风烛残烟，来日保障，去日丈量。今日一闭困起来，啥要关着相梦，自非三更梦见了。弟弟，你要上京而去，为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为你。你有什么言语？三更现在讲无妨。我讲我的儿郎，远方迎，望儿是莫要忘下老年辈，你苦子越难越有一字美。劝我儿
为娘千言万语，并这一句，一路之上司机动心，有关无关一道进走，你要早点下心回来。母亲放心，孩儿记住了。贵生，娘子，婆婆医生已经准备定当，但等收工到来。叔母，在我这里有50两银子，但不知道给用不给用啊。叔母，这么你送给我50两银子，我一路之上，我要勤俭节约，也要道德精诚。好了，多么你家所挣的银两，真是再生之物，夸夸见过道理啊！请恩父儿啊，起来，拜见公的媳妇儿起来。谢公的。是把你上京赴死，有关无关，早下书信回来，知道，免得老爹娘在家操心。好，叔母切是放心，我一定不辜为你们一片知心。那好，大哥大嫂，我们不妨今日而去长待长待，让五娘送他一程。媳妇，不，此番我哈要离家上京，留必送他一程。是老弟子，叔叔，我们进来去吧。你有关无关要早些回来，切莫忘巧儿老的一番教诲呢。弟弟放心。娘子，贵生，此番离家而去，得为妻送你一程。与老娘子了。在我娘子有情。
秀，再也到松中县里总有一天，请娘子来我。问声正好，娘子忙好。官司上京，愿他一路平安，愿他金榜题名，早日回来。本朝天子，本朝臣，老夫牛氏宗，太朝本君，本聚会宰相之罪，夫人早亡，膝下单身一女。此今我女成身长大，尚为终身拆配。老夫我才朝本君，想不尽荣华，才不尽富贵，再也非在瓦下。思想去来，好不叫人威风人而已。有状元催罢来了，登桥上来。铁过恩师大人，今少提一旁私错，谢恩师告诉了。请问常月哥，不知你家住哪里，姓甚名人？我嘛，恩师啊，万岁本是何万岁，参谋家三是我的名，大别昨夜上京城，还不退名陪着脸，青着脸，往往出言大错别。怪我恩师好早此次来，你是何来人士？真是3年文昌上京官考，得中了对名状元，真是啊，是可敬可喜。这是一套生日隆恩，还讨恩师之福啊！哦，对，哎呀，是呀，
唐月公铁帽送权，辛苦得多，老夫膝下万有一女，不妨陪我将女人的终身许为唐月公为妻吧。啊，唐月公，恩师，你今日奉旨推八于我，老夫都有一言难以启齿我。恩师有话谈讲无法。恼怒后，老夫膝下万有一女，人生长大常为终身出配。老夫既是心想许配于你，不知你心意是何啊？不，恩师你在哪里话来？小门生家中早有妻王配酒，哦，不能得应啊！怎么？你家中早有妻王配人了？是啊，啊呀，赵月公啊，如今你得中了辛苦长远，堂常月公配了三王四妻，也可配得么？哎，恩师你在哪里话来？像我小小辛苦得中一天小小的长远，我哪可抛弃从此呀？这个是指的嘞，你不肯在对相府找亲哦？啊，门生实乃聪明。那好，至少先来推八于我，有套积累子做恩子，你才吃到我死亡而登基人。这唐月公卿啊，此次多谢恩师。是呀，我见唐月公人事欢喜，他硬不肯在这相府找亲，这被将我这不错。但我还是上朝举子，有万岁做主，来与我祈祷上一套。有圣旨来了，把相接走。孙子下。万岁！请宣读。万岁！奉天正月，皇帝诏曰：有牛请上殿就职，有寡人作之，寡人为媒。命查状员在牛相府早去，孙子的话，请在下。
啊，查常曰：今有万岁圣旨，你难道还要违抗不成？哎呀！起了，也许该是不是常人，今日就让你们我分，你进来改正一下。真明，今有唐月公臣幕府早清，待我吩咐下去，来旁住押约听着。上挂登基才下洪水菩提，定期发作。
也轻了。啊，这是小姐轻了。老爷呀，你是一个为官人，我与你已经把过当成为夫妻。我叫你老爷，你理该还我一生负责。你叫我小姐算什么礼仪啊？这个嘛，小姐，我要是说出真情，愿我小姐原谅于我。老爷呀，今日来是新婚燕尔，我见你面带酒容，庭与心思。一道是夫妻两人义不同享，与难同当。你什么心思尽管说出来，为妻当稍为你分忧江南。啊，多谢小姐，小姐，你可知我不嫁家中已有，糟糠自取了。你是什么？我家中也有糟糠自取了。小姐。是皇上圣旨飘下，杀死上仙太妃，岂不是违抗了皇上圣旨与欺君之罪？何况他乃是为官之人，一气而亡，倒也无妨。只见他自私的里话中说的言语道理，但我还是与他说个明白。他做大，我做小，姊妹本嫁与他。老爷，小姐，你刚才话我已经明白了，说什么你家中王爷糟糠此妻？是啊，那我不来责怪于你。为官之人一气而亡，倒也无妨。从今之意，我与你撇夫妻，你还是想家训一封，叫姊姊到相府之中来，相许荣华富贵。此话是真的吗？真的呀。难怪小姐越亲。
是同王之呀，千万不可失要两小自己啊！多谢夫人。那么，待我下苏西风将我娘子到京来，一定要好好的姊妹相认。小心嘛，明日早天下也是不迟啊。对呀，今夜乃是同王花子之夜，我们王子早些安睡了吧。老爷请。夫人请嘛。我们私信禀告弟弟，叫弟弟差人送去。是呀，夫人放心。那我们走吧。孙子下。哦，孙子来了。好吧，夫人，你暂且回避，把小孩接走。万岁！查状元接旨。万岁！奉启政院皇帝诏曰：门前有孙子一道，命查状元到东宫问得。孙子的话，请在谢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结果公公罢了。好，公公，今日此万事才得府上为问之天，宫中有事，不管讲理，就此告示。左右，去到为公。老爷，夫人，刚才孙子我已经听到了。是呀，王王之意叫我到东宫前去判断你。那你什么是一同生？其实此还是钦差尤大人说个明白。有请有我来了。叶希，有我。相亲何日？要我下面哪里知道？今日皇上亲自到来，叫我到东宫前去判断你。哦，皇上叫你到东宫判断。是啊，那是一桩喜事呀。哎呦，只不过我还有一桩心事啊。有什么事不妨讲出来。家中还有赵康之妻，他为王我早着回家。只是皇上甚至叫我前去问道，我也难以推却。那么我还有私信一封，叫于尤大人，为了你把我送回家去，叫我娘知道来。哦，对，我倒忘记了。弟弟，娘娃儿也是要看见弟弟。明日还有事啊。这是送去的事宜，你娃是多挣点银两，送到自己家中，来的路上可以作为盆菜之备。好啊，好，是。你们放心，你死心不放，我查家人送出300两银子，叫家人送回家去。多谢有那趟家人哪里？
下爷叫我出来有所查，叫你出来必为必是。那这里有书信一封，到内房此生不良文人，送到常月公家中，不得有误。明时光不着，就此告辞。那好，弟弟保重，女儿保庇。你们要保重身体。好，有放学来呀？有。令我去了，为何去？西东宫坟头，他们夫妻爱一同而去，老夫的下午也放心了。相我是与马进相府，足足下等。今日女相爷，他叫我与书信一封，人自300两，送往姑爷家中。不错，像我一生一世在得女相府足足下等，不会出头。今日嘛，我还是把人资没下，回到家中讨一个老婆，哥哥那家有何不可？但我还是私下私心，为家去他。家乡连年造化，公婆福建，好叫母娘伤心。那边为什么人生往往这样呢呢？不知为了无故带我去问来。那边大嫂去了，这样的呢，到底为了无故？这王庙商量，对了，大人先来商量，我还是去到镇王庙前去领了。公公婆婆，你们在家等儿，我去商量去了。你要早点回来。坐月
我上京赶考，得中了第名状元。今日文王之意，多得南部先去商量，时候不早，待我往城隍庙一举便了。城隍庙里向多在，今朝子我去商量，备了一个古都督，还是带我跑进去。哎呦，见过董老爷。是嘞，站远一点。好的好的。莫非你先来领粮？对个，我今朝子是来领粮的。你叫我名姓？我叫杨开福。哦，家中有几个人？我里向啊，我里向人多嘞，董老爷侬听得好，我啊平地老公们有17、8个。什么？哎呦，董老爷啊，平地老公也好收了，平地老公17、8个。是有之理啊！好了好了，家人，接他2升8米。董老爷慢慢叫，我肚里向还有一个在。知道了。地址哪里？多一点啊！那。哎呀，办个过渡种子少了2升粮，没办法，还是回去。想让董老爷吃点啊！来此一事带我进去。谢大人，是嘞。谢大人，这位大嫂莫非先来领粮？正是。但不知你叫我名姓？名唤赵五娘。家中有几个人？家中若有4个，只因为丈夫差不将上京而去，如今来想我，公公有的婆婆还有我。差不家？真是。差不家与我同苦得中，怎么他家中如此贫困？好，来，是他2点8米。多谢大人。今日商量一遍，你与我关起大门。承蒙大人好心，赏我报名。我一路迎着2胎孙女，还是在此献上一位。哎呦，我倒是傻人，原来是赵五娘啊！真是。哎呦，赵五娘，我见侬屁头散发到哪里去的啦？我到城隍庙前来商量。侬也是来商量啊？哎呦，赵五娘，侬为啥有介多本事啦？这。哦，我晓得在，在不在董老爷看见侬相貌漂亮，都不侬在啦。需要无色，我要追了。哎，慢慢叫。哎呀，赵五娘，侬介多个米，我看侬背不动在。好，今朝子来，我来帮侬背。不要，我自己会背。我来帮侬背。我来帮侬背。不要。好在。你，哎呀，好在，大嫂。我何必在此
本命统统把我抢来的，今朝这个运气好。姐，哎呀，搿野外女有牛嘞，搿夜到了些野外女到啥地方去弄了啊？哎呀，那我到啥地方来夜开花？哎呀，原来是侬啊！哎，搿说的啥？这啥？不要碰啊！哎，这啥？哦，我晓得嘞，搿个是不是白米啦？搿是白米呀！侬去领粮才去啦？哎，今朝子到城隍庙里向去领粮去。那，侬屋里向大家人哪有介许多粮食啦？呀，搿头老爷看见个项目好看不头不个呀？不然我三亲，难怪侬哦，我小伢子去领粮食，结果已经领光了，原来统统被侬领来了，是不是啊？侬没个？你上空虚。搿怪来怪去，侬自家运气不好个缘故，好再发拨侬兜。哎，慢慢叫。侬迭个人没介许多粮食个，那个粮食到底啥地方来个？我讲出来，侬不要别别人讲哦。侬晓得啦，今朝子啊，我粮食备来，坐了凉亭里向，想不到个丈母娘也来了凉亭里向，我是丈母娘搿里向抢来个。丈母娘搿里向抢来个？哎哟，跟你良心话伐？丈母娘屋里向穷得啦搿位置啦，勿要被丈母娘个粮食抢来个。好，侬好抢，我也好抢个。小伢子跑开搿跑路子。啊，叶开福啊！哦，侬啊，看，搿肚皮咋会今朝子大介快来大气？哎哟，我马上要生小人了，我要回去生小人去的。马上要生小人了，是不是啊？搿当心身体，侬变勿动，但是我对侬变回去好了。哎哟，不要侬变。哎呀，那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呀，好帮个地方应当要帮。来，我对侬变。哎，我对侬变回去啊。搿侬头发要拨我搭去哦。哎呀，俺搿种人哪个会来得侬个粮食来？搿侬搿人有眼发老实了。好，变到㑚屋里向啊。哎。我对侬变去啊。哎呀，小伢子啊！是啥？我屋里向往搿条路去，侬哪个往搿条路去了啊？跑车再往搿里向去。那好，侬听懂啊？侬当我真的好心好意帮侬变粮食啊！我对侬讲，侬那良心话没啦？丈母娘那个屋里向介穷，侬还要抢这个粮食。今朝子侬好抢嘛，我也好抢。我是变到我自家屋里向去的。出生那个娘，侬要死啦！侬来偷个粮食呀？侬放啊？侬放心啊！哟，我放心啊！搿个粮食是我的，我不放了。搿侬怎介不放？不放了。搿不放那个。哎呦，是头都贴了嘞，头都贴了嘞啊！头都跌落了。哎呦！哎呦，是嘞！原来是个孤独独啊！啊，侬个人良心话嘛，看到我也变了。我个没搞了，下去。你可知道你家是为年迈高大，万一你这个妻子，你为什么一事不为？你怕为来呀？哎呦！为尊大嫂无礼，不应该抢走我的把命。如今家中万一见了把命。
你呀，你是个急急忙忙，却是这样想，大儿老婆婆出去的希望不知道，你呀真是太不良心了。婆婆，你不要误会，你什么都是，你不能切的，放下，你不能切我。
请释放，虎娘别发无奈，倾向于你。你还是随我到前方去吧。公公婆婆报仇，但愿我活来日子，请你们爱在。
顾大嫂已经身亡，带我进去看看。啊，大姑大嫂，公弟来了，拜见公弟。媳妇儿，快快起来！想不到公公婆婆去世，公弟，媳妇，我这与你分明商量，我将青丝妙发先去定马，马仗一边，我心想上京丈夫。怎么？你接下自己的青丝发上街上去卖了？真是野味的好媳妇了。公弟，虽然公母去世，我将他埋葬。事上我乘王而去，还望你亲命驾机为我到公弟门上一醉。事实何人知情？放你接我公母当上为盟。媳妇，你此番上京行府，路途遥远，长途跋涉，你又是家小伶仃，身无分人，怎能上京啊？公弟，话儿有理，哪怕是千山万水，哪怕是一路巨涛，我也要上京。好，既是媳妇旨意当定，要上京行府，那大姑大嫂的事，一切由我来办。多谢公弟，儿啦，待我进来诊断一下。本当我也可照顾大姑大嫂一家，谁知道我也家遭为乱，三餐难度的日子，怎能来照顾于他？哎，公公，这把米嘛乃是我唯一之物，我要将它带在身旁，一路举它上京。好，我替你背上。你一路上京，可要多加小心。万一公母的话说，我也要带在身上。世上我只盼夫妻相慰，谁为家儿？世上我无娘，不要说出伤心之话。世上我无娘，身遭不测，公母为母去把他离。
一个野味的食物，为了公布弟子，情愿结下情丝，我来人子埋葬公婆，带我去叫来乡亲们一起帮忙帮忙。昨夜三更得了一梦，梦见弟弟母亲已经死了。这事真是假，却也难听。我今日心中不安，何不是叫出夫人说个明白？来报夫人哪里来了？老爷何事相请？夫人，我昨夜三更得了一梦，梦见弟弟母亲已经死了。这是真是假？我心中不宁。既是心神不宁，不妨到庙中之中献出去香8万。哎呀，夫人说得有理。那么我们还是到庙堂一走。你老爷做主。吩咐下去。夫人，那么还是请吧。是此人好，今日再多一番，明日同生。夫人，请。老爷，我想到观音阁中献出去香8万。好吧，这次我们来得到来，今日还是各地语问一番。请。我夫人到太永宝殿前去问，我还是到御殿去语问一番。周梦试探好心，虽然我在安大安东，是今我虽
无强，为什么来到此地？难道我娘醉了？娘子，娘子啊！为什么没有人啊？难道我对娘真的死了？爹娘！公公，妈妈，我的娃家。传来的哭声音，到底是谁？等我先去问顾明啊。那边大嫂去了，这位夫人去了，快快免礼。谢夫人，我听你口音不讲本地声音，想必你是异乡到此，你有啥爱了嘞？夫人有病。他把家本是梦。
下，今日我见你十分舒服，心想结拜姊妹相逢。想我乃是一个老难之人，怎能够啊？哎，你说话真是不讲理了。穷的不为穷到底，王子也已差情。难道你不厌弃于我？我是不会厌弃你的。夫人不要厌弃我，姑娘哪敢不厌？你年方几岁了？我28岁。啊，一道是长者为子，一者为媒，知之在上的小妹也理。妹妹起来，姐姐呀，我见你一路奔波，衣裳褴褛，身子疲倦，不妨到我家中居上一醉。多谢了。假要天长，便小巧一等与我当道为夫。老爷，公母去世不能外扬，你是为官之人，你可要保重身体呀。夫人，想不到爹娘一死，不知我的年去到哪里去了。老爷呀，你倒找不到，我倒找到了。你把我娘子找到了？真的，你在此等着，我为你治之。妹妹，你因何是此模样？我早早告诉于你，你的丈夫就是我的丈夫，你的公婆就是我的公婆，查官家里是我的丈夫，他在死亡之中。这进去吧。娘子，你是不讲？是啊，娘子。冤家呀，娘子，你离家别去上前吧。
家里哪里知道，我上去关考得中了推名状元，王子一到，下府前去采拔，想不到硬是要我暗暗早起，我不肯答应。皇上圣旨飘下，我说是为靠圣旨，要有命来报啊！没奈何，我只得答应下来。当王子爷我吐出真情，再没得夫人生命大义。他说道：“你娘子到来，姊妹相随。我有私心，300两银子想回家来，难道你没有收到吗？”冤家啊，冤家！3亿银子私信到家，哥伯也不为我死了。竟是这个家人在半路之上把银子带走了，娘子。官人，爱你受苦了。怎蒙得相夫千金，自私大礼，先与我结拜姐妹，将我带回家来。要不然我们不知何上相会。是呀，今日夫妻团聚，可怜我爹娘她。妹妹，刚才是我失礼，庙堂之中尚未吐纳真情，请知之原谅应。妹妹，我真为责怪于你，尚不是妹妹收礼于我。我今日夫妻外，不能相为你。好，难得们，你们姊妹和睦。爹娘死了，我们明日一早还是为父亲去扫墓。是此甚好。娘子路上辛苦，到南旁用果酒啊。是夫人。自从他上京赴死，苦家中苦乐无比，大姑大嫂无事，吾娘上京行事，至今尚未信息。吾娘有话托付，霎时清明佳节，与我几大姑扫墓。此今天下无毛大选，两类兄嫂生羞而泪，我去往文山
替兄嫂扫兴。不假，小奴才，想当初临走之前，我多少言语吩咐于你，上有年迈的娘，下有糟糠咽气，为什么你却不为英雄苗马？难道是你中了高官，忘记了亲生不成？我骂你这不忠不孝的小奴才！
兄嫂，请来是大雪纷飞，两类兄嫂身上很累，我张公是得来替你们捎下来的。王兄嫂在阴司路上能够保佑姑娘她早日找到长久，我哪怕是一死也心安了。太姑，陪我还是伤心。外家，哎呀，老爷前面是光赛场，以我自家教。你这个小畜生，你好，你好！我骂你这个小奴才，不忠不孝之徒，往外头说是谁？你不应该抛弃高东，往去走靠！你今日把有脸为一追家来，前来见我，闹得我心里之火，我要将你打死！不必需要怒气，虽然夫君一去不回，他内脏遇见，用我杀害这买卖告诉为你。是呀，社公尽力不要再怪于他，都怪我弟弟的不是，未必他在我家遭取。此时来，你就是相夫切句，真是。你既是相夫切句，懂得三从四德，家与沟通，为什么不劝使他回来？皇帝，这内老爷他亡王之意，东宫问动，别发无奈，你就少试他。是呀，弟弟，你就少了我吧。我们乃是有种种原因的。妹妹起来，老爷起来。徐坤在吴娘的文章，少你这一次啊，多谢弟弟。即使来到我文前，万不由我陪陪。我们早上一吧。大姑大嫂，你不晓自己终究回来了。那个我们回来了。既是此，我们一定要把弟弟母亲重结为盟。此乃理所当然。
弟，从今以后你也不要再哭了。是呀，随我们为君去吧。